2000人數1821安陽講到，上時就在石馬裡面，係嚟咗蘇吉講設間識嘅字，咩意思呢？石馬有日能力，石馬嘅話講出一輕便，係講設間蘇吉講快嘅，蘇吉講到唔好嘅，設間到講講識也唔好嘅，係講設間石馬橋法裡講出好嘅。要祝福人嘅，本人力量嘅，嗱，佢都要得到呢一個恩典，得到呢一個福氣，所以自家要注意，透過自家嘅識馬，能夠傷害有自家當下，能夠祝福自家當下有嘅，識馬也有嘅，能夠傷害別人，也能夠傷害自家當下，所以自家嘅識馬好好講法。喺新一福音講，生死都在石馬裡控制。嗱，所以而家石馬好好咧講出嚟法，講個隆重本人精神嘅法嚟，本人力量嘅法嚟。嗱，講出嚟佢都要得到精神，要得到力量，到下講準，自家又得到精神，自家又得到力量，世界得到平安。阿門。